即阵，咱重新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《申命记》20章第1节到第9节。恁出去甲敌人相战，看到因的战车、战马甲军队比恁较侪的时阵，毋免惊，因为救恁脱离埃及的上主，恁的上帝要甲恁同在。恁上阵以前，祭司要向前军队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恁爱听！今仔日恁出去甲敌人作战，毋免惊，毋免失胆，毋免惊吓。上主恁的上帝要甲恁斗阵出去，伊要互恁得胜。刷咧，官长要对部属宣布：恁当中有啥人做好处，搁还无有惊风险咧？安尼的人通转去，若是伊阵亡，别人要接替伊奉献处。第6节。恁当中有啥人栽种了葡萄树，搁无有机会收成？即款的人通转去，若是伊阵亡，别人要享受伊的葡萄酒。恁当中有啥物人订了婚，搁还无有成婚？即款的人通转去，若是伊阵亡，别人要娶伊的未婚妻。官长要对部属讲。若是恁当中有人失胆惊吓，通转去，若无伊会影响全军的士气。官长部属宣布了后，要指派各单位的指挥官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安尼去行的人。这时阵，咱要请咱的梁维珍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，征战的原则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是特别的礼拜，因为中间有真侪兄弟，无论大人，无论细汉囡仔，要搁一摆加入咱的教会，成做相连人的一份子。伫遮，我要用一个主题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征战的原则。咱为年初读创世纪开始，甲即马，咱已经读到摩西五经的上尾，就是申命记。申命记伫摩西五经内底，咱讲创出立民生哦，内底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伊扮演了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。对即个申命记开始，咱就要看见出来记的即个事件要伫遮完结，迄代人的故事要伫遮正做结束。然后，以色列人要开始准备进入迦南地，要开始征战新的征战，要无搁做奴隶，要做自由的人，开始新的一代的故事，开始新的一代要建造起造民族甲国家的过程，迄个真长的过程。所以，申命记伫遮就要搁一摆甲遐以色列人讲，恁爱遵守上帝的命令。你来知遵守上帝命令，啊无甲恁整个的民族、整个要未来要成立的国家的生死祸福的关系伫倒落？这嘛是已经年老要完成伊的任务的即个上帝罗卜，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最后的一课，最后一课，也嘛是以色列人要入去到迦南地要过约旦河进前的备战的演说，备战的演说，过来因就要入到迦南地，面对一摆搁一摆挑战，实际的战争。然后摩西就死了，上帝亲手埋葬这个一世人良心忠实年老的罗卜。对于摩西的死，迄个拄拄伫迦南地要入去进前的死。咱怎样来看待？有当时咱感真可惜，因为伊无入到伊心心念念所意爱的迦南地。但是咱搁一摆来看咱的性命，咱会发现，这些人拢有一个死亡，敢毋是？咱拢有一摆的死亡。无论咱原也意爱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也无，但是咱拢会死，是死点对，什么时阵死，什么方式来死尔。对这个年老。已经过100岁以上的摩西来讲，伊的任务完成。虽然迦南地真正水，但是天顶的故乡搁较水，敢毋是？所以伊伫遮放下伊所有的重担，交转去互上帝，就进入上帝的安息。这是怎样好的代志？然后新一代以色列人
要伫遮开始准备进入迦南地，准备进入战争，毋是一摆的战争，是一摆、搁一摆、搁一摆、搁一摆的战争，毋是面对差不多的军队甲势力，是面对40年前真惊无变较矮，可能搁较悬大的迦南人。延前40年的战争，毋敢搁延前，因为遐延前的人已经死伫旷野，但是心内犹阁惊遐，因为迦南人犹阁是遮大汉，犹阁是遮勇猛，犹阁是遮歹拍赢，敢毋是？其实安尼状况，咱无真切分，敢毋是？人生就是战争，咱拢知。甚至有当时啊，咱所受交托的，拢是迄个拍袂赢的战争，敢毋是？好拍的中官家己拍，歹拍的部属来拍，敢毋是？不可能的任务是咱人生的写照。我们常常在打难以打胜的战争。面对安尼的状况，面对一手带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上帝怎样回应？今仔日的经文20章就是上帝的回应。首先，咱看到第4节，第4节安尼讲，上帝，恁的上帝甲恁讲，伊要甲恁三甲出去。上帝要甲以色列人三甲出去，伊要互恁得胜。上帝安尼对以色列人讲，咱就忽然发现这是一个相等无对等的战争。怎样安尼讲？第一点的无对等。就是以色列人甲迦南人，因的兵力是无对等的。以色列人是啥物人？前任奴隶，现任乌合之众，是毋是？400年伫埃及做奴隶，早就毋知影啥物时阵是叫做武力，其实叫反抗。因已经互压制了，袂晓反抗，毋知怎样反抗。战争对因来讲是一个足切分的名词。现日的乌合之众。因从来毋捌拍过正式的战争，迦南人呢，国家、城市、城堡、军队拢总有，这是一个无对等的战争。那咱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台字汉字本，也是看和合本，有一个字足趣味，讲上帝要拯救因，拯救他们。那 NIV 甲现代中文译本是安尼讲，伊讲要互因得胜 ，give victory， 意思是讲，这两个经文的表达拢要讲一项事，就是这是无可能赢的战争。这个战争若会得胜，毋是以色列人熬，毋是因大汉，是上帝互因的。所以咱伫遮就看见，另外第二个无对等，第二个变因入来，就是上帝参战，上帝进入了战争。上帝甲以色列人三甲伫地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咱就看见一项事：上帝参战，啥人会当拍赢万军的耶和华？啥人？敢有人敢举手？耶和华参战的时阵，迄个无可能赢的战争，就要伫遮得到胜利。咱会感觉这真正是足切分、足无了解的一个状况。但是咱若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咱会看见因差不多所有拍的战争，拢是这个状况。以色列人是一个比，头讲比迄个狗遐搁较细的民族，但是因每一届的战争，拢是因为因倚靠耶和华来得到胜利，倚靠上帝来拍赢迄个无可能、无对等的战争，因就发现。伫信用内底发现，以小博大，以少胜多，上帝是关键，上帝是赢甲输内底第一个要素。甚至真侪年后，伫南国的时阵，约沙法王、犹大王约沙法嘛面对这个足相共的状况，毋是面对一个军队，是面对超过3个国家的联军，这是无可能赢的战争。摩押、阿门、米俄尼，甚至伫阿南的所在、海外的所在，大阵的军队来要甲犹大相战。
人的心烧痒，讲这才有可能啊！主啊，我要安怎？就利未人的户的撒加利亚的囝亚哈西安尼讲，国王甲整个以色列人的百姓雕神安尼讲，胜败无伫恁，输赢伫上帝。战争的输赢毋是军队，毋是国家，战争的输赢是伫上帝。NIV 的圣经讲了更较好，讲 This battle is not yours but God。这个战争毋是恁的，这个战争是上帝。这个战争毋是恁的，这个战争是上帝。这就是征战的第一原则。战争是伫上帝，战争是上帝。我靠上帝的人，信靠上帝的团体，伫遵行上帝旨意，面对每一个战争，拢是上帝的战争。上帝领军，上帝压阵，上帝三甲伫地。征战为着上帝生命荣耀，真正为着展现上帝溃烂的伟大。因为安尼，为着上帝的名缘故，上帝无要放杀伊所领队的军队，互咱成做孤儿。上帝要甲咱三甲伫地，这是上帝的战争，这是信仰征战的第一原则。安尼的原则放踮教会咧，马丁路德安尼讲，敢若为着基督。加尔文安尼讲，拢是为着上帝的荣耀。虽然咱常常伫服侍内底，伫教会内底，咱爱想一项事，就是咱的服侍敢亲像人的掌声伫对，咱就去到对吗？也是咱的溃烂、咱的才能、咱的恩赐伫对，咱就去到对吗？咱服侍是毋是为着上帝的名荣耀？为着上帝缘故，所以咱会当克服迄个惊吓，有人足讨厌上台，但是伊会当克服迄个惊吓，徛踮台顶。也是咱也嘛是会当屈价家己，谦卑伫台下台后的服侍，为上帝名荣耀的缘故。咱服侍，因为上帝名荣耀，咱就独成做正人的祝福，独为着分享来受起做嘛。上帝的征战，上帝的征战。今仔日经文的后半段，更较趣味，拢咧讲一个主题，就是什么人袂送去战争？这个主题足奇怪，敢毋是？人拢讲什么人会当去战争？今仔日所有的经文后半段足长，拢咧讲啥？拢咧讲什么人袂当去战争？足趣味的，足趣味的。伊讲安那？伊讲订婚还袂结婚的哦，新来挂入水姑娘的，毋好上战场。起厝起一半的，厝顶还袂搭好的老户的，毋通去战场。正坐还袂啉着好酒的，毋好去战场。还佫有啥物？惊的啦，啥人毋惊？拢毋好去战场。安尼剩偌济？无介济，无怪基甸爱带300个就出去啊吼，因为另外3万拢讲心内挂入忧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咱发现一项事，若一个战士心内忧愁挂虑，甚至到底到袂当喘气的时阵，这个人毋好入战场，因为伊会成做整个军队的拖累啦。人头前走，伊为后壁行，佮甲隔壁的用跋倒的。所以挂虑的人毋好入战场，挂虑的人毋好入战场，免得成做整个军队的破口。安尼讲，即群人足无路用，佮足大阵要安怎？即群人就成做整个军队的后援补给部队。因伫厝里伫城市内底，用伊所有的困难，为整个的军队做准备。咱会看见伫以色列出埃及入迦南以后，几千年的时间，拢伫
开始经历战争。为史书记开始，直到建国以后，拢在面对战争。这个大大小小不断的战争，就互整个的族群、整个的团体做伙来面对。以色列的历史，教是咱一项咱常常袂记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就战场的人迄个战士会当心内无挂虑，才会当战赢。但是。互因无挂虑是啥人责任？互因无挂虑是咱整个团体整体的责任。战士会当无挂虑是整体的责任，因为咱发现真侪时阵，一个战士伊受伤、伊死亡，一个军队失败，问题毋是对方的火力真强，问题是后壁有人射击，问题是有人。伫边啊，用骹甲伊用跋倒去。问题是，伊的同胞冷淡无支持，感觉这毋是我的代志，整个军队就累积来失败，甚至死亡。反正来讲，若一个战士知影，就算是我死，我的某囝有人饲；就算是我死，我的田园有人斗种；就算是我死，甚至我的家族内底会当替我。准备一个继承人，我的名袂互人袂记哩，伊就会足积极来战争。伊心内就无挂虑，伊就会拍赢好的征战。所以征战的第二个原则是啥物？就是战士爱心内无挂虑，但是互伊心内无挂虑是全体的责任。佮讲一摆。战士必须要无挂虑，才会当拍赢战争。但是无互伊心内无挂虑，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安尼征战的原则，放在教会内底，爱怎样实行？就是咱伫牧者、伫总集、伫同工、伫小组长、伫团长、队长、班长、特种长，在征战的时阵，咱伫对，咱敢是因的热看、甲保护、支持、甲帮助啊？因为主征战好的征战的时阵，咱毋好用批评伫后壁甲报道，家宝贵倒啊，都爱换一批啊。咱毋好伫后壁用质疑甲因绊倒，互因绊倒来失去战争的胜利。咱乃是要用祈祷来保护因，来扶持因。咱用鼓励，互因的气力会当激发出来，搁较气力，搁较。会当征战，咱会当用安慰、扶持，互因受伤的伤喙得到搁一摆医治。安尼，咱就诚做因的同工，也诚做上帝的同工。咱常常有一款误解，咱掠做因同工伫战场中，因若失败失误，迄是因的代志。咱常常错误理解，是因个人的责任，是因有责任。但是咱袂记哩，每一个为着教会所拍的战争，为着基督徒的团体，为着咱的团体所拍的战争，拢是咱的战争。咱无一定逐个人拢伫战场，但是咱拢伫这个战争的内底。咱有责任，因为因是为着咱代表咱出去征战，因拍的毋是因的战争。因拍的是整个教会的征战，咱来提供因需要，咱来为因踢掉所有的破口。所以咱看见真侪复兴的教会，咱会看见足奇妙的。因伫礼拜内底后壁拢有一群同工为头到尾带倒，因为这个同工就诚做服侍，这个支持、热看、甲保护。咱会记哩无？一群人伫山骹伫战争的时阵，有3个老阿公啊伫山顶祈祷，迄是啥物情形？迄就是以色列人因咧征战的时阵，摩西带2个年纪比伊搁较大个，手比伊搁较软个，阿伦甲互尼去到山顶来守望即群少年征战的以色列人。因手若举，因就胜利。因手若放软，以色列人就战输；祈祷就诚做热看甲保护。
那看见真侪教会若复兴，因的团队是真正自动补位到一个程度。你若拍过篮球的就知，你袂使讲我是前锋，我一定要站在这里，绝对不移动。我是后卫，我就是后卫，你怎么可以叫我跑前面？安尼，这个篮球队就会输甲真歹看。一个真正好的团队是自动补位，有人伫头前，就有人伫后壁补的；有人伫台前，就有人伫台后；有人伫台下顶，就有人伫台下骹。咱就诚做一个无破喙、无破口、无弱点的团队，做伙为着主真正好的真正。第三个原则是全民备战。以色列因为当年伫战争的内底，几啊千年拢去面对迄个变较大，上细嘛是亚述吼，上大甚至是罗马、希腊，搁较大，才会真大的帝国。慢慢啊，伊就有一个新的理解，就是全民皆兵。你今仔日若去到以色列去旅游时，你有发现讲，伫机场，也是伫海关的所在有真侪水姑娘，但是配步枪、穿军服徛伫遐，哦，袂比查甫人较弱吼，勇猛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因有真有觉悟，因知影讲，伫迄个困难的环境内底要生存，伫迄个真正迦南人变较大汉大壮的状况内底。伫四围的国家拢比较大的状况内底，只有全民备战，互因的战力到上大，弱点到上细，才有法度拍赢迄个无对等的战争。咱若对战争的历史有了解，咱就会发觉一项事：其实足侪战争拢毋是输点战场，足侪战争输拢伫战前甲平时的输啊。40年前，以色列人才经过这项事。12个少年人去到迦南地，转来讲，10个讲啥？10个讲啥物？讲哦，因足大壮的，足恐怖的，咱亲像狗遐通拖，亲像草莓啊共款，毋好。结果因伫还未小战就输了，即群人就4点抗议，还未战就输了。面对人生的战争，咱其实拢无退后的空间。面对属灵的战争、教会战争、上帝国的战争，咱嘛拢无退路。虽然可能是先锋部队，但是咱拢必须要有准备、受装备来进入战争，为主拍好的征战，为主真正迄个好的征战。安尼原则放踮教会。放踮所有服侍者拢是上帝军队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咱爱甲所有决志信耶稣的，甲所有受洗基督徒，拢放踮服侍者的行列内底，服侍者的名单内底。我最近常常甲真侪兄弟分享一项无共款观念的改变，就是咱毋好等人成熟，才要邀请伊来服侍。咱爱知服侍就成熟，莫阁等啊！成熟要偌熟，熟到最后就落落涂骹烂去啊！坐久就徛袂起来啊！所以若决志军队耶稣的人，受洗亲像咱头前即群新的精兵，就邀请恁来加入服侍行列，教会就复兴，耶和华上帝军队就勇壮，就扩展。咱若看耶稣所带迄12个门徒，咱会发起一项事足趣味吼。你讲啊，12个使徒真厉害，会记哩无？第一摆耶稣找客因出去的时阵，两人出去，发生啥物代志？有印象无？发生啥物代志？啥物拢无发生。因出去祈祷，上帝困中昼，服侍嘛无人受医治，啥物拢无发生。因当下就足挫折的讲。主啊，安尼阮服侍，甲你服侍嘛，照安尼行，曲势都共款，手势嘛共款，祈祷文小可抄有对，但是为虾米你伸手人就受医治，你祈祷人就性命改变？啊，阮安尼祈祷落，啥物拢无发生。
咱会感觉哦，这个经验哪亲像真正挫折。无安尼讲，即群学生转来，伊就开始想一项事，讲怎样阮的服侍甲耶稣的服侍无共款。因就开始反省，然后受装备，然后成长，然后搁一摆经历。这个经历包括失败经历，拢诚做真大的帮助。所以咱毋好惊，甲新信主的兄弟，甲决志的兄弟，带领入去咱服侍的行列内底。因若服侍，就得到经历，毋是成熟才来服侍。是服侍就会成熟，服侍就会成长，服侍就会成熟。求主帮助咱用无共款的态度来面对服侍这样事。伫遮我也要搁一摆来甲大家呼吁，就是咱5月21号有一个领袖会。咱伫这40天内底要做伙来准备家己，用祈祷一个接续的祈祷来准备整个教会，面对上帝，搁一摆要更新咱的教会。4月11号开始，伫咱的外口抑阁有足侪空位，迄拢是你我添名的空位，为着咱留落来，互咱较停啊礼拜了后就伫遐添咱的名。伫祈祷服侍内底，我要伫遮讲，祈祷是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参与的服侍，有嘴就会当祈祷。互咱因为祈祷，咱就做伙经历上帝要甲咱相甲伫地；互咱祈祷，咱就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德性；互咱祈祷，咱就甲上帝三当行，三当讲，扩展上帝的国度，扩展相连教会的长棒。祈祷就互咱为家己的渺小、迷失家己，进入上帝伟大内底。这是真正重要的代志，这是真正伟大的服侍。第二，因为我是翻译小组的辅导的牧师，我伫遮鼓励咱大家，真正为着翻译小组的同工来祈祷。咱伫每一场重要的礼拜甲聚会内底。咱拢有一群看袂到的同工，用因语言的文字来服侍正兄弟姊妹，服侍国际来宾，服侍用无共款母语敬拜兄弟，互因敢若倒来厝里迄款感觉，迄款亲切，迄款欢喜。所以咱伫遮爱为因的服侍来祈祷。你若有语言的文字，上帝互你，就毋好来提示参与伫无共款语言的服侍内底，伊毋是敢若用语言来服侍，甚至伊也诚做海外宣教的精兵，去到无共款的所在，为着传福音拍拼努力。求主诚做因的领军，也互咱的祈祷甲支持，诚做因的帮助，也互咱会当参与伫呢内底，互咱的相连的服侍，毋是讲我有需要无就来决定一个事工的存在，是咱教会更较好无来决定这个事工会继续成长，这才是重要的代志。相连要进入一个新的世代，相连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世代，相连得要进入一个新的世代。伫这个智慧战争征战的世代，你我伫对，咱是毋是抑阁摕倒烧台尔尔，用平底锅共讲头迄款？啊，袂入迦南地迄款烧台尔尔，啊是咱感觉咱真正勇壮，亲像迦南人勇壮搁大汉，啊是咱知咱是以色列人，咱细汉需要上帝。若咱愿意征战好征战，上帝就要派咱出去，为伊得到咱整个的社区，诚做上帝国度的扩展。我最近这一季吼，拢在甲青年人分享迄个管理的概念。我讲一个咧，互大家做分享啊！伫讲道的最后，我讲哦，咱有当时啊看家己伤细，咱拢无精进的意识伫咱的属灵的世界内底。我甲遐少年人讲，咱无需要足够读册，咱嘛无需要一定足够变做一个大企业家，
但是咱会当立志做一个好的洗面的店长，敢会使？有法度无？有，无困难。但是你有想过无？10年做一个好的洗面的店长，你就甲迄个利得落来，然后你会当做选里长啊。迄个利就互上帝得着。为什么我敢安尼讲？因为我迄个利的里长就是早餐店的老板，伊甲早餐店开店交通要道上，每一个囡仔食早顿拢伫遐，10年哇，偌济囡仔伫遐。伊的早餐店，大概过去菜市场买菜拢为遐过，上班公车站为遐过，伊拢免选举，无人拍伊的呀。伊是万年里长，因为伊伫遐徛在伫遐，敢若一个早餐店尔。我甲遐个少年人，咱的少年人鼓励讲：7店长10年选里长，改变一个你。咱若安尼一个拍出去，咱的社区，咱就为主得到这个社区。敢有困难？很难吗？一点都不难。求主，互咱做双的人，爱有一个觉醒，为着主真正好的真正，为着上帝国度的扩展，尽咱的困难。因为咱知这是上帝的征战，所以无得惊。因为知咱若所有当工无挂虑，咱就用祈祷，用扶持来正做因的帮助。因为咱知这是咱整个整体的战争，所以咱来做伙征战好的征战。毋好，咱的当工伫头前孤单，所以咱就正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，要为主来得到水的产业。直到有一天，咱会看无相连的地界伫对，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遮尔啊丰富的上帝。你呼召阮每一个人来成做你的同工，成做你的精兵，为着家己，为着咱的教会，也为着咱的上帝征战好的征战。主啊，求你用今仔日的经文呼召每一个兄仔、命兄弟，甚至是新信主，甚至是打受洗兄弟，成做上帝的精兵。呼召因去到因所徛起生活甲工作的所在，成做为着主拍赢属灵战争的军队。主啊，互看见阮服侍有水的果效。互阮征战的看见胜利的轨迹，互阮因为甲你相同行、相同加，人就要看见无可能的战争，也因为万军的摇花得到胜利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上课，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